这个状态我看是相当成功啊！巨型酱油丸子，你就说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吧？前段时间去日本玩，吃了天津饭和玉手洗丸子，回家打算复刻试试，搞一下。先做这个酱油丸子，我看了教程才知道，它里边加了豆腐。吃的时候完全没吃出来豆腐味儿，用的是这个内酯豆腐，非常轻松啊，就可以给它碾碎，然后加入等量的糯米粉。这一盒豆腐是350克，那就加350克的糯米粉。这一袋500克，直接用了大半袋，把豆腐和糯米粉搅拌均匀，跟和面一样，很像面团，但是完全不粘。它这个状态很像希腊酸奶。把面团成小丸子，我这40克一个，感觉有点大呀。又换了个30克的，也很大。我在日本买的那个很小一个呀。水开直接下小丸子。我又团了3个20克的，感觉正好。下锅之后拿这个铲子推一推啊，别让它们粘一起了。等这个水再次煮沸后，切成小火，一直煮到它们浮起来。我跟那个大鱼丸一样，突然想吃黑芝麻汤圆了。把丸子过一遍凉水，巨型酱油丸子，拿签子给它穿起来，还是20克的比较合适。这个丸子是没什么味道的，所以要做一下蘸料：100克水，40克酱油，40克红糖，10克玉米淀粉，来熬个酱油红糖汁儿。小火一直熬制成这个状态，稍微粘稠一点，看起来非常完美。平底锅稍微再煎一下这个丸子，也可以不煎。我在日本吃那个丸子，它看起来有一点烤焦的部分啊，但是我这个咋不变色呢？我又怕给它烤糊，那就这样吧。刷上我们这个酱料，全部涂抹均匀，你就说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吧？甜品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做天津饭。蟹柳给它划成丝儿，再切点葱，蟹柳丝加入2个可生食的鸡蛋，给它们搅拌。蟹柳有点多啊，再打1颗。来点黑胡椒，先炒一下葱，把这个葱香炒出来之后呢，直接倒入蟹柳蛋液，盖盖焖3分钟。焖好的蛋直接盖在米饭上，鸡蛋有点老了，说实话。我在日本吃那个我记得很滑嫩。接下来天津饭的关键是勾芡，100毫升水，15毫升醋，20毫升浓口酱油。我家这个是不是浓口的我也不知道。半勺鸡精，我家没有鸡精，放点这个松茸鲜吧。1勺白糖，我看好多教程都要放这个味淋，那个家里也没有啊。稍微来点鱼露吧。开始做浇头。我在日本吃那个天津饭，我看勾芡里还加了点蛋液，我也来点，跟做蛋花汤一样。倒蛋液的时候不断搅拌，它就散开了。我这个蛋有点多，加入淀粉水，小火熬到粘稠。这个状态我看是相当成功啊，感觉超越日本吃的那个了。浇头倒在鸡蛋盖饭上就完成了，非常简单。这一顿我不说谁知道是我做的呀。再搭配一杯小可乐，丸子放久有点干巴了，这看着非常成功。先尝一下这个酱油丸子，一个味儿，完美复刻了。说是我之前只在动漫里看过，这个酱料吃起来是甜咸口，可以多加点红糖，我感觉偏甜一点是比较好吃的。丸子吃起来糯叽叽的，但是依然吃不出来里边有豆腐啊，不做根本不知道。天津饭试一下，怎么有点酸呢？醋感觉有点放多了，那酸口为主了，鸡蛋口感再软嫩一些就好了。本来就是可生食的鸡蛋，煎的时间长了。这个做法让我想起了锅塔里脊，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有没有关系啊？天津饭在日本的中华料理店还是很受欢迎的。勾芡我没调好啊，要不然应该挺好吃的。丸子复刻的不错，这俩做法都挺简单，可以尝试一下。从日本回来我买了伊兰拉面，还有咖喱和拌饭料，下一期试试。OK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哦。OK。